乡亲啊，要为伤老找出路，嘛要鼓励老大人行出来。像台南的银东社区，有超过2成的居民是65岁以上的高龄族群。里长郑卓燕都想尽办法，把阿公阿嬷靠出来，搁互因穿小学生的制服，担任社区的导览员。台北网界南机场社区，老人的人口超过3成。有青年团队进驻，用比市场较悬的价数买回收的塑胶干仔，互 Q2的长辈有搁较侪的收入。咱继续来看，青年甲老年联手，安怎伫个老社区创造新气象？我觉得不一定是年轻人，只要你有心，只要是社区的居民，都可以做到陪伴的这件事。是大人大厝，一个人就足孤单。他们的回馈都会让我们就是有一点小小的感动。年轻人进来，其实对社区的帮助也很大。阿妈，你准备好没？台南市中西区永和里里长郑卓燕赶伫咧社区导览活动前，因巷仔家家户户叫士大人来到老所在集合。无甜呢，哇，西瓜袂去你炸。好，你是迄擦甲遮水啊哈？来，豆豆行出来哈，我问过你卡咧哈。好，来，锁匙敢要茶咧？无等下落去哦。好，开开迄个在放。这里换装换好了吗？哇，马上就变成小学生了呢。帽子这样算有戴好吗？哦。这边的学区是永福国小哈。金东社区的大宝贝穿国小制服，对学生普化，派特别制作的细小册包，对口琴旋律节奏，小招伫咧表情的穿啊手卡。这个是什么书包？这个是小学的书包嘛？对啊，小丸子，小学的书包，小学的书包，可乐国的还有那个饼干呐。这是哪一个国小的制服？从前小学都是这个制服啊，国民小学啦，国民小学都是这种制服。最后天年级班级透露年会和出席年份的比拼，由主持李明担任导览志工。台南大学视觉艺术和设计系伫咧社区设点，到第2年学生嘛同齐参加，为青年共创老学社区发展的里程记录。看手的是什么人？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你要甲小朋友介绍什么？你今日要甲小朋友介绍什么？男朋友。好，你家用一下，你啊看到掉哦，哈，好，来啊，来看哦，咱卖菜的啊。120张，要300人。手提玲珑口或者参加演选郑卓燕是社区的灵魂人物。我来自弱势的家庭，那我也希望说有一天我也可以回馈社会，去盘点这个独居老人在云同社区就有100多个，社区其实很美，老人家也很可爱。这1年级的新生，恁2年级、3年级，这1年级呢有气的呢。但是就是，缺少就是动力。看手，我无等下跋落溪底哦。这条绑起哦。因华里居民有超过2成是65岁以上的高龄族群。2008年，社区发展工作开始运作，第一代志工人数不济，美主是当年的7仙女导览人员之一。10多年来，金东社区的全部任务一定完成水平。你想，我那时候参加的时候才55、56岁，我现在都70岁整了呢。他们都很年长啊，我，好，这嘛是当家啦，吼，按个晋升，吼，升干那杯掉的啦。像我们没有在上班的人，如果说我们还有就是那一份小小的余力可以参与的话，那表示我们身体嘛健康还 OK 嘛。上铺的囡仔行咱这长辈社会连不上，社会话社会智慧
2004年示范的周志祥，这学手台南一中，这是求学时代骄傲。代表清水市的迄个榕树哦，啊，有人想要迄个做伙画一个无哦，我遮带有迄个粉饼吼。妈妈带小学生纠团来家要听阿嬷讲故事，啊，就是要听讲台语。啊，我觉得也很有趣。右手压住，啊，然后右手就这样。这个是亲戚哦。社区的古早味来自西三帮的真实体验。台南大学的孙家栋和金东四大人透过对话完成艺术创作，互相有更加多交流的机会。你跟长者互动的时候，他们是也没有像说把你当作外人一样，就是很亲切的跟你接触。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温暖的事情。南北赤白白，画玻璃，免卖。他们的回馈都会让我们就是有一点小小的感动，所以我觉得就是有那一些感动，就是慢慢的累积起来，让我觉得说，我做这件事情应该就是对的吧，我就是这样继续做下去。第回来。3年8班的黄金团退休了后，上大的快乐就是做志工。看伊喙型，这是哼，啊一个哈，这就是哼哈大将，真的还有这种机会穿住那个小朋友的住，真的是人生哪里有这种机会啊？真的很少啊，哈。跟着我过来，对我来哈。陈东贤是国中退休老师，当菜是扣食的。啊，佮扣了用时佮转来，所以咱就叫做猫咪高地。伊讲走读社区的成就，佮甲兄弟当年伫咧教室上课。这个社区真的是有里长的热心，主家有后辈，我就是算跑龙炮来帮忙他，为这些老人家，我都讲长辈服务。好，谢谢各位。他是一个很天马行空的里长，而且行动力很强。用艺术跟设计可以渲染，不要只是永华里。或许我们整个中西区，我俗称叫老台南，我们除了陪伴社区之外，我另外一个任务是要将这些的小孩子成为一个老师，翻转那个教跟学的角色。台南大学副教授李香田带学生继续伫咧金东社区，伫咧每一场艺术的活动内底，来当看到因的身影。位于台南市中西区的银同社区，在当地有非常多居住超过1甲子的长辈。如今，他们穿上小学生制服，以志工身份担任资深的社区导览员。另外，透过轻盈共创，大学生也在这里驻点，鼓励与陪伴更多长辈走出家门，成为社区发展的生力军。我爬起来人。就像迄个菜单弄一只9点，社区内门口店正做施工期便当的火瓜作业区。去拿砧板来切，因为这个很费工。然后，大宝贝对大学生在1点前要完成80分的配制化便当。咋袂使？来啦！咱的时大人吼，拢感觉讲啊，咱爱互囡仔去拍拼事业，啊，咱就较忍耐的带厝顾厝，啊，一个人就足孤单，对，啊，有这些年轻人跟学校进来，其实对社区的帮助也很大。回家，咱拢感动，也奉餐呢。回家。最大的收获，我是觉得我本来只有一个妈妈，哦，啊，今嘛家的老人拢来哈，有时候我会安尼。哦，也爱搞念，好拢讲啊，我一个妈妈就足好足烦的，啊，即摆一堆妈妈吼，啊，其实吼是足温暖的。社区的邻里长啊，就可以来关怀老人，邻里的意识的存在，让老人有一个安全感，那他就会比较相信这些相关单位的这个的说服，然后做他认为比较有利的这个条件的动作处理，所以这一块是我们社区服务相对可以有利的地方。阿姨不要
下来。我来。大礼拜五，剃头阿嬷唔惊透风雨，用塞车将回收管塔塞去伫咧台北市网甲南机场附近的5甲半工作站，亲像剃头阿嬷共款，逐工常在出现伫咧网甲一带回收站，捡二抓探车，伊个超2摆行。时顺前，廖凤秀和王品涵是5甲半的共同创办人。2021年，因选择深耕网卡，正做捡二抓上强，搁来靠山。就是很多人可能会以为我们是要来选里长的，还是我们是要来这里就是跟他们抢资源的这样。像很多拾荒者一开始也会想说，我们这年轻人是不是来骗钱的？对他们其实都会对我们会有一些防备。对，所以我们希望做的事情呢，其实是长期的蹲点跟长期的陪伴。以为他们2个都是环保局的啊，因为我们要来抓你。会用高于市价3倍的价格去跟这些回收者收保特瓶。对我们当初的起心动念呢，是因为我们发现现在回收的价格其实非常低。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拾荒者好像都是一群很可怜的人啊，就是工作时很辛苦，就换不到一个比较适当的钱。这样1个月收入大概可以有多少？不一定，要看。假如纸箱没有多少，附近有间回收厂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就去回收厂那边等人，就等他可能卖完，我们就冲上去跟他说，阿姨，我们是就是在做这个议题的年轻人，然后我们想跟你聊天交流一下这样子，然后就是可能就是尝试过了很多次之后，才就认识的比较多的阿姨这样子。请慢走，慢走。我不姓布，也不姓打，我姓汪。然后我最喜欢大家叫我这个绰号，可不可爱呀？阿母岛大市前较早就拢伫咧南机场活动，捡二抓是伊的本业，啊那伊的零价特色，嘛可以含大家生做伙。这个是你的哈？我1个礼拜来1次。即摆伊的身份除了捡二抓，嘛是二手商店徛柜台小姐。欢迎光临大水沟2手屋，欢迎参观。啊？这边就是你现在在站柜的地方。对。我觉得应该跟大众平常想象的拾荒者是很不一样的，应该想象他们是灰蒙蒙的，然后可能一个很孤单的样子，但是其实不是，我觉得他们都有很好的和人交朋友，然后也有很多拾荒者其实是很善解人意的。10.7。好。真的没有下了。常在出入者去派当古社，就亲像是南机场一带部分弱势时大行的人生缩影。NGO 和青年力量建筑，替社区组织翻转的力量和发展的活力。那个时候一开始就是知道方局长那个食物银行，而且他做的蛮好的。也因为他有做这件事，所以我们去找可能合作的市场的店家，他们会说你们也要做类似的事吗？那我也可以支持你们，比较有一个模范可以参考这样子。阿姨，他们都怎么叫你？小不点阿姨。小不点。因为他的狗狗叫小不点。因互相友善，青年团队继续含扣派当古社分享生活大小事，心心对话。我觉得他们是有效的去改善了拾荒长者的劳动环境，不管是从他们的收入也好、生活也好，甚至他们会去跟他们聊天啊、跟他们沟通啊，然后去调查他们现在劳动的状况啊。我觉得是有效的让长者知道自己不是没用的人，自己其实是有机会在贡献自己的能力，甚至也有机会跟年轻人一起活动。我是觉得那个是环环相扣的啊，当这个环跟环要勾起来的时候，其实彼此要付出努力，会增卡人。啊，来到这里，刚刚讲哇，这都市人刚刚拢有一个隔阂，啊，其实需要时间去磨合，去培养那个感情跟互动。突破受脑困境，若是为大困境，提寸步难行，走出艰苦，找出路，千斤共创，翻转社区未来。软性陪伴，嘛拍开心态门窗。无共世代是大人和少年下，互相帮伴，同齐共好。